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6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受到低压带影响，今仔开始连续4天天气都无稳定。气象局针对1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新北市、桃园市落大水雨。巴拉圭总统贝尼亚正式就职，演讲讲到台湾两解，伊讲台湾甲巴拉圭唔那只是朋友，有那兄弟的感情。艺人陈建州防指控性骚扰，一个被害人诽谤，今仔出庭。亚运危机的代表队总教练周俊勋防指控骗蛇，掌握嘛已经失职。新闻开始来看，受到低压带影响哦，今仔日开始天气是无介稳定。除了华人、台东其他的县市，气象局拢发布大雨特报，尤其是新北市佮有桃园市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对今仔开始连续4天哦，天气是拢无介稳定，就要等到礼拜日才会是好天的天气。富林人行雨线用较紧的脚步过大路，车驶过去水也喷起来。今仔日顶部雨已经落甲真大，受低压带的影响，气象局表示，为今仔到拜六天气拢真无稳定，各地头拢有可能会有短时间的强降雨。在礼拜6之前，我们的天气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上来说是比较不稳定的。那一旦有对流发展，就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气象局表示，台湾目前伫低压带内底是偏西南风的天气形态，但是对流分系发展，就有可能向落大雨。要等到礼拜水气减少，天气才会转做侪云到好天，过到落雷公雨的天气。那礼拜天之后可以看到低压带呢逐渐的向西退之后，那天气系统才会开始改变。那我们的天气上来说才会逐渐的变得比较稳定，那水汽也会稍微的减少一些。气象局也表示，目前台湾是地风太贵，为预测来看，伫太平洋跟阿北南边、有西边这两个所在，有一寡热带系统的出现，敢会变做风台，就要继续观察。记者柯嘉选曾俊由台北报道。来看巴拉圭总统贝尼亚正式就职，伫演讲的过程讲到台湾两解，伊讲台湾甲巴拉圭唔那只是朋友，有那兄弟的感情。咱国的副总统赖清德是以特使的身份出席，阅兵典礼甲暗会拢是安排伫上瓦近贝尼亚的位置。赖清德嘛趁这个机会甲各国的大使互动。在欢呼声中，巴拉圭总统贝尼亚的就职典礼正式开始，各国政要拢到位。贝尼亚30分钟的就职演讲当中，2摆讲到台湾。第一摆先是召开中华民国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第二摆是讲到台巴两国之间邦谊关系亲像兄弟同款。Construiremos alianzas y cooperación con una visión geoestratégica, buscando acuerdos horizontales. Nuestra relación con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es una muestra de esto y del espíritu amigable y cooperativo de Paraguay con naciones a las que tenemos un gran afecto y con quienes nos sentimos no solo aliados, sino que también hermanos. 以特使身份率团参加的赖清德把握机会，甲各国贵宾互动挨杀子，包含美国内政部长哈兰、甲巴西总统卢拉、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等人。就职典礼结束了后，赖清德也甲各国代表团去亚松镇大教堂参加宗教祈福仪式，各登去总统府向贝尼亚来致贺。甲贝尼亚南做会见证2个前期。这摆访问包含参加阅兵典礼，甲午宴的时阵，赖清德拢被安排伫上瓦近贝尼亚位置，真受礼遇。那也跟贝尼亚总统见面双方都再一次表达深化两国邦谊的方向也提出了许许多多未来合作的计划。出访巴拉圭行程都要结束，赖清德甲媒体临茶时阵，对选举议题无继续回应，甲你强调未来一定会继续深化台巴合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前美国国务卿庞贝奥的首席政策顾问伊木春伫华府接受公共电视的采访，伊小听台湾的民主伊讲对中国来讲，台湾人有选票是上凄惨的代志。伊嘛认为讲台湾议题伫国际的讨论有正大的变化，咱台湾已经是公认的民主顶塔。真正挑衅中共的，实际上就是台湾人民手中的一种选票。台湾自卫的最大的武器、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里面这个老百姓的选票。一听台湾民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伊木春是前美国国务卿庞贝奥的首席政治顾问，真济摆来台访问，伊表示，台湾议题伫美国甲国际讨论顶悬已经有戏剧性的变化，台湾不是一个孤立的基地。台湾已经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灯塔，所以它在世界上很得民心。那么，而且呢，现在这个在全世界呢，都认为中共呢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威胁，它的侵略的这个意图绝对不可能就停止于台湾。这个很多国家都把台湾自己的命运，有共存亡的那么一种感觉。最近，美国众议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主张联合国大会第27500号决议无干涉台湾，伊认为这是解决美国外交关系史上无正义甲体制的第一步，中国也无理由抗议。我在美国政府干了那么多年，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台湾的政治领袖到华盛顿来鼓吹台湾的独立。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非常这个高度这个自治，而且有这个自己独立的运作机制的一个民主国家。副总统罗清德即摆过境美国，中国不满用军舰回应，伊认为这是一贯的做法，不过中国也意识到，经过激烈反应对代志可能会造成反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今仔早起公布竞选的logo。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有可能会宣布独立参选。有风声讲郭台铭按算要邀请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来争做副总统的人选哦。侯友宜是回应讲，伊无评论，伊会团结所有力量，拍拼向前行。1、2、3。真大字的字控字数，加做竞选的logo。强调字控字数是关键的一年，会决定国家的命运，是战争也是和平。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早起公布竞选识别系统，包括 logo、slogan 甲竞选的细项名。未来的台湾是否能够远离战争呢？能够台海和平呢？2024是关键的一年。未来台湾人民是不是能够安居乐业、经济繁荣？台湾再出发也是关键一年。不过，那亚到大拢也无通整合，而且嘛一直有风声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可能独立参选。最近伊嘛持续咧走基站，行程是排甲真满。超过伫人面册铺文，阁讲希望马祖保庇两岸和平，而且嘛传出郭台铭按算要找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因牵手李嘉芬来做副手。我没有评论嘞，我们都会团结所有的力量，努力的往前走，让做得不好的民进党下架。针对民进党赖清德以总统特使身份出访巴拉圭，公开甲驻美代表萧美琴做伙翕相的相片，嘛引发大小批讨论。侯友宜是表示，副手会伫适当的时机向大家说明甲报告。也那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早起是无公开行程。记者综合报道。家人集运的经费将近700亿，第4月已经通过宽屏，综合规划5月马上交通部审议哦。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早起去实际来了解集运站的规划，讲到家人市政府得爱负担61亿。郑文灿是表示讲，会来调降地方分配款的比例，使集运的开发基金来减少家人市政府的负担。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到实际视察家人集运的其中一个站——宝登坑站，未来按算要结合都市设计，带动货运厂区的转型。家人集运的总经费有696亿8900万，家人市政府原本是负担17亿，即马增加到61亿。市长谢国良就批评中央，对此郑文灿是提出2大解决方法，包括调降地方分配款的比例，也有设立集运开发基金，让基隆捷运的负担降到原来的水准。那差额的部分用捷运建设基金，另外中央的这个补助款跟地方的分担款的比例也会略微调降。
让这个捷运可行。对财务状况没有办法顺利解决的状况，他给我们指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路。那事实上，基隆市政府也已经在动了，我们交通处也成立捷运办公室。基隆捷运今年4月通过宽屏，综合规划也定5月送交通部审议。外界即马关心的是，当时会当通车，铁道局回应。有计伫民国121年10月会完工通车。内政部长林佑昌就指出，基隆捷运和大台北首都圈的路网更较完整，带动基隆河各龙大的建设，增加就业机会。基隆市府即马特别振动起来，做好都市计划配套，成立捷运工程团队。捷运站旁边要有停车的空间，要有公车的这些连结串联的系统，所以都市计划内的生活圈的道路就必须一定要配套，现在做好规划。南线东延的部分，您还没有回复到委员。郑文灿强调，基隆捷运无色彩，即马已经行向最后一里路。不过面对新北市议员问板南线动延的问题，郑文灿无做回应，回头就走。记者综合报道。艺人陈建州防指控性骚扰，佮向被害人提告民事赔偿1000万哦。后来已经撤销告诉，也毋过换提出刑事诉讼告诽谤。今仔陈建州出庭强调讲，伊会用法律来捍卫伊的清白。昨阿运的危机代表队总教练周俊勋防指控平蛇，为了避免影响到培训哦，周俊勋昨后嘛已经辞职了。正规师西装出现伫台北地检署。黑人陈建州伫性骚扰风波了后，无伫咧荧幕头前出现，已经要到50天。昨人第一遍以告诉人的身份出庭。由于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觉得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说明，然后也跟大家报告。接下来呢，还是持续会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清白。进行北提民事诉讼。向大爷周义培要求赔偿1000万，另伊个提告改提刑事诽谤罪，因为伊和大爷指控几多年前趁着伫咧国外工作时阵，伫饭店房间内改揽掉的3个面床顶性骚扰。陈建州强调会用法律来捍卫家己的清白。大爷是由经纪人回应讲，无接到出庭的通知，有关司法的代志暂时无做回应。对问题无正面回应，伫咧河中行礼比赞了，坐车离开。伫演艺界传出几多件性骚扰案件了后，怎么连危机界由女技师指控，不伫亚运培训期间，和总教练洪明基王周俊勋两边坐卡车边啊，而且也遭受到集体霸凌，也只好退出国家队。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指控，没有越举教练跟选手的状况。那我跟他说不好意思，老师只是给你鼓励跟打气，我没有任何意思。原本对指控是放任，不过15案突然间各发声明，讲因为考虑就要比赛想要让代表队更加清洁的训练环境甲空间，决定要是亚运危机总教练，也若是不是采取司法的途径，怎么也搁伫咧研究。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市夜店台市警察的犯人易宝煌，去年因为去越一家服刑引起争议。最近又搁互逼讲易宝煌捌使用毒品，也毋过越一家的审查记录无毒品的记录。连政署嘛开始调查监所人员有违法失职。另外，行政指定的部分台北监狱顶个月技能的申办人员升阶，也毋过这个处罚是互法务部的矫正署退回，要求搁再重新检讨。认为有关惩处的额度跟惩处的人员，还有在检讨，另外也希望一并追究，主管的连带责任，所以说有关行政责任的一个惩处案，目前是退回给台北监狱再做重新审议。那我们也请台北监狱尽速把审议的一个结果，立即报来矫正署。外一家的审查表有使用毒品记录的评估，也毋过易宝煌虽然有使用毒品的记录，无交到这项，嘛互质疑讲审查的过程有问题。人政署已经开始展开调查，买来查讲敢有高层的人员涉案。
再来看前一站桃园的中正市场发生消费者食物中毒，卫生福利部的食署今仔公布其查的结果，计共受514人中毒，检体阁验到沙门氏杆菌，嘛验出仙人掌杆菌，业者是阁继续停业。另外，美国进口的樱桃，几啊届伫边境巷检查到有农药的残留，食署嘛已经发公文，爱美国在台协会 AIT 要求改善哦。若是9月底进前 AIT 阁无回应，相当就会先来暂停进口。桃园中立区中正市场某一间法国棚，近日来标出集体食物中毒的案件，未少关系食外口的民众是感觉真惊吓。卫福部食署公布上新稽查的结果。到8月15日为止，累计通报的患者有514个人。检体内底除了进前验出沙门氏杆菌，即马各项验出仙人掌杆菌，业者复查无合格，目前要暂停营业。其中3件民众购买后没有食用完的这个产品，有检出沙门氏杆菌，还有仙人掌杆菌。是安尼问题，毋若是伫国内，边境嘛查到为美国进口的樱桃无合格，有4批违规。验出内底有农药啊、灭分唑，累计今年以来已经有22批，拢总122000多公斤的美国樱桃，伫边境检验无合格，去用退货或者是销毁。食署已经发文，予美国在台协会 AIT 要求爱改善。9月底进前若是无回应，相当会暂停受理报验申请的行政处分。最高可以寄出这样的行政裁处。不过还是重申啊，因为它的检出浓度很低，而且面粉做国内在胡瓜农作物上面是有准用的哈。另外，进前为着要解决国内欠卵的问题，农业部今年初启动专案进口鸡卵，不过食署公布，为巴西进口带壳的鸡卵甲冷冻卵汁，伫边境检验无合格，分别验出抗生素甲农药啊，拢总有106栋全部退货或者是销毁。因那农业部强调讲，因为巴西甲土耳其的鸡卵拢有验出有农药啊这种无合格的案例。所以，袂阁甲这两个国家订鸡卵。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禁止唱歌买卖哦，伫去年的8月份有一桩唱歌拍卖的官司，1审是判有罪，2审判无罪。动保团体甲立委今仔开记者会批评讲，甲唱歌制品认定做古物，就会当买卖。所以，动保团体是要求政府着爱守法，嘛应该检讨古物审议的程序。为着要对国际保育意识，台湾嘛全面禁止买卖唱歌。不过有艺术品的公司伫咧2019年拍卖唱歌做的物件，过当年就受到起诉。1审法官判有罪，不过2审煞该判无罪。我们的2审法官居然说，台北市文献馆代执那代执的原因是说因为你没有去定保育类产制品申请古物的这个指定流程，所以你导致于民众他没有路可以走所以这个罪责不应该在民众身上，所以目前为止2审是判定他无罪。因为顾问有提到说，当时是文献馆提给法院的说明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说明，这个没有提报申请，我们没有受理允征的2件古物，不具备任何古物的身份，这是我们明确告知法院。事实上，有真侪收藏品拢是用唱歌、犀牛角去做的。伫咧《野生动物保育法》实行细则的第17条就有规定，古早的物件未受到《野生动物保育法》的限制，只要透过古物审议委员会认定，唱歌古物就会当买卖。针对这款的规范，有立委的批评讲，等于是咧开后门，互唱歌做的物件会当摕到买卖许可证。就是在你2019年9月公告了这样的一个作业流程之后，你们的古物审议委员会也就这样非常密集而快速绵密的开会，129件就是这样来的。而台北市的古物的指定，到目前为止53%。高达53%都是保育类的产制品。动物社会研究会呼吁政府应该守法，避免收藏家软法律的空碰，嘛要求要检讨古物的审议程序，加强查缉，才会当真正阻挡唱歌买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劳动部的一份上新的调查讲今年的第4季整体人力的需求，甲第3季比起来，需要的人力是增加52000个人，制造业、饭店、餐厅上欠工。另外，这礼拜无薪假的统计人数又过超过1万人咯，其中制造业放无薪假的人数是超过9000个人上多。
服务正亲切，甲好食料理送上桌。餐饮业经过疫情了，即马开始复苏。连锁的餐饮业者宣布要扩大招募人才，并且要找中国人的员工，同时有第三波的调薪。真像是中餐品牌有一寡就宣布讲，因找人一开始上关有到35800，调报差不多是8%。铁板烧的干部起薪4万，拄毕业的是36000，半年了通过考核。那国家奖金有可能到44000。扩大招募500名正职职缺，启动第3波调薪计划。上半年度又以铁板烧品牌调薪幅度最高，累计调幅近12%。另外，这个开店也有找人的，也有组建集团，店的主管薪水会当到52000，服务员一年有4遍调薪的薪水。工头生时薪是到200块，要拼伫咧年底进前，全台湾开店的店数到200间。因应呢相关的展店的计划，目前呢对外招募1000名的职缺。基层服务人员部分的话，我们寄出1年有4次的调薪的机会，店主管以及主管职则是要1年2次的分润。那平均呢调幅呢是落在6到8个百分比。为着要了解就业市场人力需求的情形，劳动部公布今年第3遍的人力需求调查，结果发现各事业单位10月底比7月底的需求人数预计净增加是52000人，创要甲9年来同期的新高。若是用行业来看，以制造业增加17000人上多，过来是当做餐饮业增加8000人。需求人力排第3是批发零售业，增加6000人。不过，对劳动部所发布的上新的减班休困无薪假的数字，也让看到实施的人数搁再破万。到11201人，其中制造业有到9327人上多。这一段时间以来，因为国外的有一些景气的因素，还有通膨的因素，那消费端的需求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国内制造业的这边的一些订单的这个情况。劳动部表示，对数字来看，无共厂商的差别也真大。有业者继续伫咧实施减班休困，不过有厂商是单接袂煞。整体来讲，制造业也是甲国外订单联动较大。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等候航空业的景气开好，航空公司营收佮利润拢创历史新高。华航是加发年终奖金，华航嘛调薪哦。也毋过中营航空企业工会甲中营航勤员工是真不满，因讲中营趁上济哦，也毋过拢无要甲员工来分享，所以今仔早起去公司抗议。用行动桥考试长荣航空董事长孙家平伫办公室开庆功宴，庆祝今年7月份创132亿的利润，破历史新高，是用员工的血汗换来，所无甲员工分享。长荣航空企业工会甲长荣航空员工16早起伫南康大楼头前抗议，希望母公司也要照顾子公司的员工。连老天爷都哭泣，可以把盈余合理的分配给员工，照顾员工，不要让人才都流失了。星宇一招人，华航一招人，虎航一招人，外商一招人，我们这边走一片。我们呼吁我们长荣航勤的董事长，不要再当小弟了，你也是赚钱的公司，希望你能够跟长荣航空去争取我们航勤员工有应有的福利跟调薪。长荣大赚钱，要合理分配。提顶半年各航空业营收净利来做比较，工会质疑，像华航趁钱，员工加发5到10万块的年终奖金，华航9月先调薪2000，长荣航空赚的净利是华航的2倍到3倍，拢无甲员工分享，要求公司应该甲利润分享给员工，年终甲年度调薪应该甲工会实际协商，年度调薪袂当少过5000。其实不只是空服员离职率非常的高，包含机场地勤，根源就是公司不愿意拿合理的利润出来分配给员工。长荣是发声明讲，具有永续经营的理念，除了善尽照顾员工的责任，也愿意共享经营的成果。依照公司的作业规划，给员工上适当的奖励。除了定期检视员工的薪资福利，也依照年度的营运绩效加员工的表现发年终奖金，并且在过当年依法加发员工薪水。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一间国中附设幼儿园有家长指控讲，有一个老师杀一个4岁的囡仔哦，也毋过学校讲这无算是不当管教，家长佮向民意代表来申诉。台南市的教育局是表示讲，已经要求学校重新来调查，
一个月来会有结果。幼童排队准备入去教室内面上课，但是后一秒老师唔知啥物缘故，直接甲一名4岁幼童给杀倒。而这名老师甲杀倒了后，完全拢无插伊，就互幼儿着青囝坐伫涂骹。几秒了后，才有另外一位老师甲扶起来，画面一流出来，互身为新住民的家长是真痛心，求助平台。在还没有开研商会议的时候，就直接先下了结论。他是不是应该要有所怎么样的省思，或者学校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提点？我显然没有听到教育局给我任何声音。老师是说，因为孩子推挤同侪，老师做出制止，然后将孩子拉离出来，孩子不慎跌倒。可是按照于讲说，我们应该都知道，孩子如果只要跌倒了，他不小心跌倒，我们是应该马上帮他扶正。所以呢，我们认为他已经有意图的推、拉、扯，让孩子跌坐在地板上。事发了后，学校嘛有启用质疑，包括这名老师。校长今日开会进前，直接就指导其将这件代志定调无调查、无个性、不当的管教，以及名杀得幼儿的老师，佮新做园长，国家属实无得接受。但是教育局是强调，当时校方有通报校安处理，不过这几天看到新的影片佮相关的证据，认定当时学校处理过程是无处理好，要求学校重新再调查。老师本来就应该更柔软一点，确实这一块是要有检讨的点。检视完之后，我们觉得学校对于当时候处理过程，包括程序跟认定的过程，我们都觉得有不周妥的地方。校方对此是低调不回应，但是教育局要求学校1个月内都要完成调查。若是教师有涉及违法处理甲不当的管教，就会按照相关的考核规定以及经济轻重义理。另外，台南市社会局嘛介入访视，目前幼童以及家庭状况拢算是稳定。记者郑云台南报道。昨晚大学分校伫遐放榜哦，台湾大学今年是有1561个名额，大部分录取的拢是都市的名称高中的学生。台大校长陈文忠早起是表示讲，未来会一档一档来增加翻新推荐申请入学比例。明年台大的翻新比例会提高到12%，申请入学会有5成。经济系校友谢兰强会关注和使用25年的台大图书馆有设备更新、空间改造的机会。伫咧1楼的所谓媒体区、多元分享区，更加符合即马学生需要。它规划比较多互动或者是讨论空间，对，然后在那个区域也有好像可以看电影的类似包厢的概念。总图会更接近在现在许多新图书馆它可以发挥的功能。但我相信这个改建只是第一步。前校长关仲敏讲，透过这届改变，台大老师学生成为空间上大的受益者。也毋过对真济高中学生来讲，爱先入去台大才有使用资源的机会。大学分发入学昨是放榜，台大1561个名额。经过统计，游园是都会区传统名册高中录取学生上济。校长陈文忠讲，明年翻册推荐甲申请入学占比会淡薄提升到12%甲50%。跟教育部逐年在申请，教育部还是会考量到整体考招的稳定性，所以它不会一下就提到那么高。我们以前大概是11左右嘛，这样就提升到12，那会慢慢往上去提升。陈文忠表示，逐年来提升翻册占比到15%，申请入学占比到5成，互每一个学系有选择弹性。虽然分发入学占比会减一丝啦，也毋过比例袂伤低，嘛袂使伤低，因为也是爱互学生打拼入来台大的机会。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北韩的中央通讯社报道讲顶个月18走入去北韩的美国李登斌金恩，是因为伫军中受到虐待、防击死，所以去北韩寻求庇护。这嘛是北韩头一届针对金恩案发表评论，也毋得报道中金恩的讲法敢是事实，并无证据。23岁美国李登斌证言，讲因为伫咧军中受到毋是人的虐待甲种族歧视，想要寻求庇护。这是北韩伫咧证言对两韩非军事区越境走去北韩了，第一遍透过国营媒体中央通讯社做这项报道。不过国际媒体无法度查证这种讲法是毋是真的。美国方面不讲证言是挑工非法越境，北韩方面讲因也认为证言是挑工的。目的是要留伫咧北韩或者是第三国家，而且伊也愿意伫咧北韩或者是第三国家寻求难民的身份，并且讲伊对无平等的美国社会感到失望。
今年2021年1月5日是一位检察专员派驻伫南韩，是因为论调，伫南韩因为攻击案被拘留2个月。本来应该遣返登去美国接受纪律处分，延过移山走离开机场，参加非军事区的观光行程，又搁越境走去北韩。北韩是世界上少数由于用极权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长期以来拢正神秘，甲国际社会隔绝。领导人金正恩不被指控，伊所领导的政府系统性的迫害人权。这案事件拄发生的时阵，美国一直想要联络北韩，延过拢无得到回应。迄当阵媒体就伫咧分析正恩未来可能的命运。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中国少年人的失业的状况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中国官方宣布讲，8月开始要暂停公布失业率的数字。即马嘛有愈来愈侪学历真好的少年人在做网络直播。彩券今年的销量嘛比去年增加5成，所以少年人拢希望讲会当得奖变好业。有流行管理硕士学会的张小姐伫镜头前介绍商品，几个月之前伊兼职做model甲布洛克，即嘛是进入直播。亲像张小姐安尼投入直播产业的少年人愈来愈多。2022年中国直播业销售金额差不多代表15条，其中有个今年佫会增加3成。伫就业困难的现实之下，直播业正做失业青年找头路的新选择。不过，直播业市场竞争愈来愈大。市调公司统计，2020年中国直播业请的直播主达到113万人。即马广告业主要求更较悬、更较好的节目品质甲销售目标。直播主为着有业绩，爱想尽办法。那整体上来讲，因为现在的市场达人是逐步的，每一个细分市场都有自己足够丰满的达人内容生产者再去供给这个市场，所以我们的选择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少年人除了转职做直播主，买菜券人也明显增加。今年顶半年，中国菜券销售金额增加到2.2兆新台币，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5成，显示经济无好、甲失业率一直欠悬的社会现实之下，真侪少年人开始仰望靠菜券一枚就好业改变人生。年轻人确实就业压力稍微大一些，可能现在选择就是像公务员呀、国企啊，这些是更好的选择。中国官方6月份公布的失业数据显示，每5个青年人都超过1人失业，那踏入待业甲在学的非劳动人口数字恐惊更较悬。中国统计局15宣布，为8月开始暂停发布全国青年失业率，都显示就业市场的警讯，甲经济成长停滞的困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过来消息来看，今年的5月7日，台中刑复发建案发生第二架来自台中捷运的轨道造成死亡的事故。台中市政府嘛向刑复发求偿2亿6千万，不过双方伫今日协商是破局，即马市政府要提起仲裁的程序，上班6个月内就有结果。台中捷运今年5月弄到刑复发建案落落来吊拐，造成1人死亡，14人受伤。台中市政府向刑复发建设讨赔2亿6千万，不过7月时举办2摆协商拢无共识，双方拍算要行仲裁定书。针对这件代志，民众看法拢无同，有的认为刑复发应该爱积极负责，某人认为台中捷运爱负部分的责任。刑复发在台湾这么大的一个建设公司，哎呀，你又不是说只有台中有盖豪宅，哎呀，北南都有啊，哎呀，你赚这么多钱的时候出事不处理，我觉得有点不是那么应该啦。因为他是车子去撞那个柱子，柱子下来那个还有时间落差呢，对不对？这个死的话可以避免的。有时候假设说他这边的反应好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市府要求赔偿2亿6千万，这包含受损等开拓役打造的一个2节车厢，也有隔音墙机电系统相关的行政零事等等费用。市长罗秀元讲，依照市府的立场，就爱积极讨赔。不过对方所认为金额太过悬，所以协商这破局。站在政府的立场，我们必须积极求偿。那当然，对于造成事故一方，他可能对于这样的金额嫌高，他可能并不满意。那这没办法，这个责任归属现在还不确定，还不是很明确，所以我们该负多少责任不会去推诿，但是我们也是上市公司，我们必须要遵守第三方的裁定的结果。刑复发公司强调，责任归属也有疑虑，所以交由第三方仲裁，绝对遵守仲裁结果，该负的责任一项拢袂下体。
即马有计仲裁结果出炉，大约要等3到6个月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东华国大桥边仔国有地和沙石业者违法占用哦，法院伫顶年底就判讲业者爱搬走，甲土地还互国家。也毋过伫业者搬走了后，才发现讲有上万吨的粪扫待伫涂骹，讲有污染物，该等环保局来化验。为着要甲大地土地废弃物清出来，怪手已经伫沙石场挖出一个袂输真大的山坎，边仔挖出来土嘛，对甲敢若山共款。土内底还有事业废弃物，还有一般的生活废弃物，看落袂输像一座非法掩埋场。包括有大型的砖块，然后也发现许多那个大理石、花岗岩等等废料，也有发现就是疑似就是炉渣、转炉石等等的这种疑似有毒的废弃物。这间沙石场违法占用国有土地要40年，2021年年底，去互法院判倒要甲地上物清去了后，向互退付费。不过时代力量发现讲，6.7公顷的土地乌够大，花莲县环保局拢无甲采发，要求中央大介入。请环保署北区督察大队携带土壤快筛仪器，协助选取采样位置。再来，请花莲环保局要求集药砂石厂在1个月内提出清除处理计划书，并在2个月内能够清除完毕。花莲县环保局回回讲。这个案件目前已经交予地检署侦办，因为还未判决，所以无法度采发。不过真正挖出来废弃物，经过检验并无污染。那最近有挖到白色的粉，会送化验。我们再次去做开挖跟采样的动作，那我们这个也都陆续有在规划当中。那目前这整个案子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都已经给地检来做侦办了。环保局强调讲，占用国有土地背景沙石业者，敢若像这间还未清理好势。已经有要求业者都要提出废弃物清理计划书，而且负责甲相关的废弃物要清理好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县哦，因为粪扫蹲无路，透过环保署拜托台东县政府来斗相共帮因扫粪扫。台东县议会伫2月特别开临时会来讨论，也毋过民进党的议员甲立委是真不满哦，因质疑讲县长进前阁有承诺讲，无要帮外县市扫粪扫。县政府嘛回应表示讲，伫议会还未同意进前哦，是要帮外县市来处理粪扫。南投县目前订的粪扫超过20万吨，粪扫坑台场规万出来无法度处理。南投县政府请求环保署斗找有粪扫焚化炉的其他县市来斗扫粪扫。即马找到今年2月，才打正式启用焚化炉的台东县，县府还阁发文互县议会，说明焚化炉每一天还阁有83栋的空间，会当协助外县市小家庭的粪扫。请县议会同意，不过环保局说明讲，不是要求县议会同意，是尊重县议会决议。协助来处理其他县市的垃圾这一个部分哈，是环保署依照它的这一个全国废弃物处理调度的这一个权限哈，来协请各县市哈依互惠的机制来处理。那我们为了尊重议会，我们将在议会开议的时候。提请议员审议。不过，台东县重新启用开19亿6千万买转来焚化炉是一直有争议。尾手县府答应讲，由公民监督焚化炉的运作，甲未烧外县市的粪扫。县议会才通过启用焚化炉，今年2月正式烧粪扫。即马佫甲烧南投县粪扫的问题交予县议会决议。外界认为讲，这根本就是咧下体责任。关山的掩埋场跟包括绿岛兰屿每还要处理的。那些都数量都非常庞大，当时的环保局局长也说这个10年烧不完，现在怎么突然有空间可以处理其他外县市的垃圾呢？不应该再去烧外县市的垃圾。那南投县政府其实也不需要舍近求远。台东县政府强调讲，过去台东县甲粪扫交予外县市来斗烧，嘛是尊重当地议会决议。即马外县市有粪扫的困难，爱台东来斗烧。嘛，同款爱尊重台东县议会决议，伫议会决议进前，未斗烧其他县市的粪扫。不过在地团团烦恼讲，议会若是同意开一个先例，其他的县市嘛找台东县来甲因斗烧粪扫。记者综合报道。嘉义伫昨下晡5点外，有一个50外岁翘倒摆的查甫人哦，伫路顶去互虎头芳定着，人是头晕哦，佮无爽快，伫路边等救护车哦。专家是讲8、9月份是虎头芳生团的季节，所以就爱特别注意。
骑车的人身体无爽快，坐伫路边，面色白顺顺，一直唱冷歌。50几岁阿伯15下晡经过嘉义市林森东路，好好头芳扔入衫内底，定着马上头晕，想要吐。他已经呈现一些低血压，所以我们的救护人员马上给他上那个博斯密强心剂那排除试图解决他是否有过敏性休克的一个情形。他无心态好头芳。医师提醒好好头芳定着，若伤势较轻，但有疼甲肿起来，会使先用碱性物质像药来做紧急处理。但若发生过敏、休克等反应，一定要赶紧送病院。症状轻微，只有痛、红肿等症状，并没有产生休克、严重的过敏反应的时候，呼吸困难，我们可以先使用碱性物质去中和它，例如尿液或是其他的抗生素。专家表示，好头芳大约伫5到6月做熟，8月到9月，因为幼芳生出来是数量上侪的时期，公芳会出来找食物甲水，就常常出现伫人大的环境发生冲突。刚开始发现的话，建议就是在这个时间去做移除，会比较简易一点。那请专业的人士来处理。比较后期的话呢，如果我们不会直接对于生活造成影响，那可能就是放着它，等到它自己离巢。台湾的本土好头芳有7种，其中像黄药好头芳，就是南部市区常常看到的好头芳。专家提醒民众发现好头芳也是芳熟，一定要通报相关单位，唔通家己处理。记者陈环宇、面交管嘉义高雄报道。农历7月开鬼门各地拢有无同款的普渡方式。今仔早起，婚林的好尾就做伙举办开香仪式，咱做伙来看卖。好尾镇东西南北中第1项福地7大普渡区，16号上午联合举行开香仪式，象征好尾中华文化节正式开始。如果普渡用品倒数超过4000道，各大普渡区嘛无共祭拜特色。对咱各区的特色，拢总甲展现出来。其中内底有较有名的，就是咱这个结发山、搁冰雕、果雕，搁炮城等等18号主持一到，正式进入民间俗称的鬼月。民间有真侪习俗，会替好兄弟接风洗尘。宜兰县嘛举行疫情过后第1个水灵节活动，真侪民众行出户外，参与祈福盛会。给一些就是好兄弟们引路吧。有一点起舞的意思就对了。对。过来到新地的新丰庙，道长在大门前手拿着7星剑，脚踏着7星步制作结界，遵守上正派科技拍开好门，象征旧历7月正式到来。至于云林西里好英宫，嘛选择前一天风筝，避免惊扰到好兄弟。就真甲封起来，因7月时来到这，莫去甲调查，享受咱这个民间甲传的贡品。旧历7月开鬼门，全台各地拢有真侪习俗，希望咱好兄弟这个月会当好好享受中原普渡祭品，万秒民众体验过去的传统文化，会知影慎重对远。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农地流失的问题是真严重宜兰市的审计师统计，宜兰会当种植的农地一档比一档较少，目前只剩23000多公顷尔。有农民是认为讲农地愈来愈少，县政府责任应该爱检讨。三大县市将宜兰东山乡农地顶悬违建标示拆掉。最近宜兰县长林志标第1摆伫前来拆除农地违建，不过根据审计师统计，宜兰县这几年农业设施申请案每年增加，因种植农地是每年减少，流失严重。今日要田内底因看到不少农舍起下了后，头前有一大片的造景。农舍当作民宿经营，根据农委会农地管理咨询系统，宜兰县核发的农业设施关键支持拍场的案件有1708件，占所有农业设施项目的5成以上。大部分被当作是造景、民宿、餐厅的停车场，无生产行为。宜兰县政府责无旁贷，应该是做好把关农地的这个重要角色。有少人认为，这几年宜兰田内底厝愈来愈多，除了影响农作日照、废水排放甲清洁也是问题。农地流失，县政府有责任，就算中央也未修法确保农地农用，应该做好把关的工作，减少农地流失。
如果是属于这个违规样态那个比例比较高的一些设施类型那我们未来也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建议中央是不是能够加严相关的一个审查的一个标准。根据审计报告，宜兰县永靖族农地只存23145公顷，无达到国土计划公粮食生产农地爱护28682公顷的标准。县府农业处讲，国土计划所列公粮食生产农地，甲即卖因公粮食生产的农地，计算基础落差评摕来比较，县府加强农业设施稽查甲辅导减少流失。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南韩的研究团队公布 LK99 正常温度的超导体，引起真侪注意甲质疑哦。其实咱国内针对超导体嘛有袂少研究计划。国科会支持的阳明交通大学研究团队，佮甲美国合作，针对稀土组的超导体，伫非常低温的状况，产生的记忆金属的现象，提出解释哦。这成果嘛受到国际期刊的肯定，咱做伙来了解。认真解说高温超导体机制研究，由阳明高大教授带研究团队甲美国研究团队合作，成功解开稀土组组成金属化合物伫真低温的情形之下产生的机器金属现象的形成机制，和高温超导的谜团得到破解。高温超导对于我们人类社会是有非常大的影响跟贡献，包括没有能量耗损的电线传输。那包括磁浮车等等，那有很多的科技应用。这项重要物理研究突破得到国科会大力支持。国科会强调，超大的物理性质无电阻的能量消耗，影响能源应用范围也非常的大。超导这个物理性质，事实上不止物理界很重要那在整个可能的应用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对能源的这个使用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它应用的范围非常广。阳明高大研究团队的重要成果已经在今年之月刊登在国际有名的学术期刊《自然通信》顶端，和台湾科学研究成果在海外真出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是板块小客产生的导师哦，是世界上上好的地理教师。有无意团体带囡仔到新北市的中央地质调查所，用台语来认捌地质的知识，那么做伙来学一寡甲地质相关的台语。用简单的口诀就通互囡仔认捌地质学问当中三大纲类的外观知识。不计团体拜三带囡仔到中央地质调查所，用台语认捌地质知识，侪囡仔拢感觉真趣味。我感觉真好啊，因为平常时无机会熟悉到这个思路啊。所以囡仔对这嘛有兴趣？有兴趣啊，有啊。这摆台语地质活动的主办人纪冠耀，本身就是咧地质领域做工课，今年已经是伊第8年做地质知识推测工课。伊本身也是母语家庭的家长，毋望会使有更较侪管道传播地质知识。毋过安怎用台语，互囡仔对地质学问产生兴趣，互伊感觉真伤脑筋。专有的名词其实要翻译是介困难，毋过有真侪是咱较熟的，像地动啦、土石流啦。亲像今仔日特别强调是，咱的地球顶头有三大岩类，无共款的岩石、火成岩，有水成岩、变质岩，这三种基本的名词先来熟悉。科学的知识的，其实这是过去足欠缺的，大家嘛较无法度想象讲这种。感觉介专业的物件，会使用台语来讲。母语团体表示，台语参所有的语言拢共款，拢通认捌所有的知识。现主是也当咧找机会甲资源，毋望会使带囡仔用台语认捌生态、天文，即个平常时较罕得用台语了解的科学知识，互台语会当生活化，嘛通正常化。记者郭永水新北报道。气候暖化对于全球的农业嘛有真大的冲击。有农民是真无奈讲哦，这几冬因为天气伤过热，农作物的产量减少2成。
国外贸专家指出讲，若是天气继续恶化，在2045年进前，恐惊威胁到全球7成的粮食生产哦。在台南，全世界上大的菜市中心副主任就讲，其实咱台湾的环境正多样化，是一个做育种上好的所在哦。今仔小军时代的专题，特别带大家来看，天气愈来愈热，农民有啥困扰？科学家要安怎来找出会当来冻热的菜市品种？3冬拄着4届休经4度，无拄过这个情形啊！啊，我唔知影未来要继续做落啊。咱看到遮规片的田哦，安尼大片片，甚至叫有发草啊。水利单位原本就按算讲哦，5月时阵哦，就较袂可花。到6、7月哦，这个雨根本就无落入去这个水库的源头，所以农水署伫6月中就宣布讲哦，这个嘉南第2期的水潮第3甲第6组要农地休耕，这嘛真正是南台湾头一届规年透冬拢无种稻啊，互农民真无奈。根据科学报告，台湾气温8冬以来平均高1.3度。农业部统计，这15冬来，台湾天灾农损平均每冬拢有124亿。农民讲气候无正常，影响因2成的产量。更加严重的是影响整个产业。黄啊，打种的时阵，打播的时阵，伊水温上悬，其实伊袂变异啊，所以会造成讲伊后壁来迄个生长的过程当中，伊会冻拄着啊，而且。伫咧开花过程当中，如果温度若伤悬的话，人会结水迄个情形嘛无好啊，所以会影响到伊后壁的收成。农民无法度补偿，阮米价就无切啊通收，去甲别人买，爱搁互别人趁，而且爱搁运费，所以相对起来，阮的价销就会较悬。寒伤寒，热伤热，全世界拢受到损害，各国拢咧想办法，看要安怎减轻对农业冲击。咱台湾其实有一个全球上大的蔬菜研究中心，伫咧台南生活，为各国来的育种员，逐工会去田检查研究，甲根本出落来摕去实验室，就要甲放去种源库内底。世界蔬菜中心副主任表示，培育会当冻热品种真重要。全球公部门里面最大的，我们从158个国家收集了330个物种，总计65000份，这样子的一个保种工作，抗病、抗虫、抗高温这些多重抗性的一些新的品种或品系呢，改良场种子公司他们就拿去做他们的育种。台南农改厂厂长表示，农业要永续发展，上重要的就是品质的研发甲栽培技术。选出来这种耐热的这个品种，热的环境内底，伊的品质也是迄个产量袂减少。伫迄个讲栽培技术的方面来吼，水稻的部分内底，阮有讲用迄个讲干湿间灌，就是用打淡安尼方式落去甲灌溉。安尼除了讲省水以外，一个佫最重要就是讲伊迄个甲烷、温室气体的讲排放哦，伊会减少。粮食危机已经伫眼前，咱人运用新的科技来克服，就毋茫会使顺应天地变化挑战。记者李成武采访报道。来看好莱坞最近有一出芭比的电影，放上17日咯，全球的票房就超过10亿美金哦。这嘛是头一个查某导演有超过10亿美金的票房。另外，今年5月，歌星泰勒斯的巡回演唱会创造1600亿台票的商机哦。美国一个调查就显示讲，女性的消费力等于带动全球的经济。台北一名影院观众伫芭比主题布景翕相打卡，满足正做真人芭比的乐趣。芭比放上17天卖破10亿美金，差不多318亿台票，全球票房超过《哈利波特》死神圣物之的19天。接到甲编剧格丽塔·杰回加做美国影史第29岁10亿美金票房导演，伫头前28前辈拢是10部导演。In some ways, even though it's Barbie, it's also an extremely personal movie for me, and it feels like a lot of things that I'm interested in, both even aesthetically from a filmmaking point of view, but also the ideas in it and kind of the emotions of it and the characters and how what we're exploring and how we're looking at it. Hey Barbie.
这回一向真高解雇女性议题，芭比为塑胶七头命正做有自主意识的智慧女性观众是真有感觉。And I love the diversity. I love the concept about life and death, and then like what is it like in the real world and women empowerment. 可能也发现女性族群的消费力未当轻视的关键，也佫有流行天后泰勒斯的时代巡回演唱会。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is a Taylor Swift economy. However, the moment the lockdowns were lifted, we have seen a big resurgence in services spending. So people are traveling, they're going to concerts, they're eating out, they're meeting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一个媒体研究机构有讲，泰勒斯巡演创造的消费商机将近1600亿台票，歌迷看一场演唱会平均爱开4万台票，包含票价、加大甲其他消费，会开这钱女性歌迷也未少。美国经济市场数据显示，6月份25到5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77.8%，增加疫情进前水准，佫是6年来新高点。女性也影响超过80%的消费支出，电影甲演唱会带动的女力娱乐经济，佫一摆见证女性消费的能量。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下晡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是32度。华东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